世間你喺度啊，乜嘢啊？一家就了對戰量，了比賽量，一個對戰喺一個嘅生活中。嗱，呢個二弟母弟兄第四第七節咧，保羅講啊，我已經結束對於呢個對戰，但係在最尾嘅結束嚟講啊，佢要照顧嘅信心。嗱，所以信心啊，都十分重要。一個在社會嚟喺度，一個乜嘅對戰熱切啊，一個每周先行嚟啊，一個對戰對於一個嘅條路。對戰對於一家嘅家庭度，一家係用一家嘅吩咐字五，一家係傳位，一家係做條路，假嘢了對戰量。嗱，但係我係講隆重兄弟是咪聽？隆重一間能做嘅能對戰，一間能叫特性嚟講啊，隆重啲都係潛視嘅，最實尾嚟講啊，最少尾後啊，一家係撞一家嘅信心。換自己嘅信心，但係呢，因為隆重熱切世間自己得到嘅財產，自己最真得到得勝嘅，自己聰明自己強，就自己時間熱超啊，計下隆重都冇用，計前出係自己信心最要用，但係呢，信心能夠帶自己去進球嘅地方，信心對耶穌基督係自己叫做自己得到進球嘅生命，阿門。